学习安怎来承接上帝要转移给咱的财富。第五，上帝毋但伫过去有行过财富转移的动作，而且伊永远伫未来，伊要将罪人的财富转移到伫义人的手中，互义人食最好的关系来使用。各兄弟，爱记得，全世界、全宇宙所有的财富，会当安尼转来转去，上主要的关键，就是这个财富的管理者、拥有者上帝。当咱若是感觉到经济无景气，工作真歹找，要趁钱时间无容易，各行各业拢真萧条的时，咱嘛感慨讲经济景气一年不如一年，咱在等待当时经济才会好转，后礼拜汽油阁要起价咱就在等各位兄弟，上帝要搁一摆通过有关伊家己要求伊的百姓，爱用11奉献来回应的信息，借着伊的应允来提醒伊家己的囝儿，无论伫环境经济好还是歹，咱做上帝囝儿，咱有咱实际的责任，以及咱会当凭着信心来仰望伊的祝福。伫圣经中新旧约内面，拢有讲到献就1/10，来当通过信心的老爸亚伯拉罕，伊将伊的1/10献予梅基洗德，互麦基洗德，这个至关上帝的神。搁长雅各亚伯拉罕的孙雅各，伊期盼伊哥哥了后，哥哥要甲伊杀，伊就走去伊的阿舅的厝。伫这过程的中间，雅各得到上帝启示了后，伊嘛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要将你所收拾我的所有一切，我要献就1/10。在摩西的时代，上帝互以色列人改变，内面也真详细甲以色列百姓讲有关1/10的代志。这个代志是甲上帝所颁布的这律法中所有的律例，是同款拢爱遵守。总是以色列人因得罪上帝，所以国家灭亡，互人掠到外国。伫外国的所在，因可能失去敬拜生活，所以因忽略了11奉献。直到先知马拉基，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咱阁看见上帝清清楚楚甲伊的百姓讲：当伊无安尼做的时，无将要纳的1/10，互上帝时，伊就是偷摕上帝面。伫新约圣经内底，咱嘛有看到有关奉献就1/10，所以上帝有要求伊的囝儿爱献就1/10，并不是因为1/10是一个礼仪是礼仪中间的一部分，不是。1/10是咱甲上帝伊家己关系的一部分，所以伊并无限制伫旧约时代这人爱献1/10。其实伫上帝百姓，无论伫倒一个时代，咱都爱尽这个份。新约时代甲咱现代基督徒对伫1/10的奉献，比旧约时代信徒搁较大，迄个责任比旧约时代信徒搁较大。有2个理由，第一个，伫路加福音12章48节有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圣经甲咱讲：既然互伊做的，要甲伊提济；托从伊做的，要甲伊讨较济。新约时代以后的信徒，咱的责任比旧约时代的信徒搁较大，因为安怎？因为咱领受上帝的祝福甲特权嘛较济，就好亲像恩典比律法较强，听的约束力比惊吓迄个压制力搁较大，看袂到的信心比看会到的迄个肉体搁较有气力同款。咱对11奉献的责任嘛搁较大，因为互咱愿意安尼做，互上帝来欢喜的原因，比旧约时代的信徒搁较济啦。请咱来认真听，
基督徒奉献1/10的原因，是爱甲遵守其他的诫命，上帝互咱的诫命的原因甲标准是同款的，并不是因为咱必须要安尼做，迄是因为我感受到上帝遐，我愿意甘心乐意照上帝话去行，而且互伊来欢喜。所以伫上帝国度的内面，咱诚做一个遵守上帝律法的囝子，咱会真有望维持上帝应该有的迄个权柄，做一切互伊欢喜的代志。第二个，咱的责任比旧约时代信徒搁较大的原因。第二个，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职分，伊比亚伦的搁较大，比旧约时代亚伦这个祭司的职分搁较大。所以同款，当咱若是向上帝献就1/10的责任的时，比旧约时代信徒向亚伦奉献1/10的责任搁较大。以色列人因照着献就1/10来承认亚伦正做一个祭司的一个职分。所以伫希伯来书第7章，新约希伯来书第7章有清楚讲到啥物？圣经已经清楚启示讲，耶稣基督迄个大祭司的职分啊，毋是远远超过亚伦的迄个祭司的职分。所以咱就看到，伫旧约的时代，未记洗革麦基洗德，伊嘛有接受着亚伯拉罕所献就的1/10。圣经用这个论点来讲起基督耶稣大祭司的职分，迄个超越性。创世纪14章有记载，就是亚伯拉罕将伊所得到的提出1/10来互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伊就是一个基督耶稣的一个预表，代表。所以咱知影麦基洗德就是基督伊的职分，迄个大祭司的职位是比亚伦的搁较大。所以咱知影耶稣基督正做咱甲上帝中间迄个大祭司。所以咱现代基督徒咱所得到的祝福甲特权是搁较大，所以咱的责任也搁较大。而且呢，基督耶稣大祭司的职分有远济超过利未人迄个祭司的职分，咱奉献1/10的责任，就相反有偌济是超过旧约信徒的责任。各位兄弟，既然拄则我有讲过，上帝全世界拢是伊的，全宇宙拢是伊的，为什么咱爱11奉献？为什么咱爱11奉献？第一个，11奉献会帮助咱，记会条，讲上帝伊才是一切万物的创造者甲掌管者，拥有者。正做咱的创造主，伊希望咱会当正做一个真好的管家，会当管理好伊所收赐予咱的一切，而且会当用伊所收赐予咱所有收入的1/10来尊荣伊，来回应伊。或一句话就是讲，11奉献会当提醒咱现今所得到的一切，所拥有的一切，所享受的一切，拢是伊所收赐的。所以当咱愿意11奉献的时，咱就是承认上帝啊，我所有即马我手中所有的一切，这的祝福，这的稳定，拢是对你来。咱只不过是因为上帝赐福的缘故，互咱有机会正做这的祝福的管理者。第二个，为什么咱要11奉献？11奉献是要对付咱贪心的一个解毒药啊，对付咱的贪心。因为咱相信11奉献会当对付一切经济方面的贪心。伫10条戒内底嘛有讲到，唔通贪心，别人的某、别人的财产、别人的物件，唔通贪心。耶稣嘛有教导伊的学生讲，要谨慎约束家己，拢无贪心。所以上帝伊就定着1/10来救咱会当脱离迄个贪心迄个束缚。
互咱毋免阁受着家己真自私、真固执，迄个来压制咱。所以伊定着10分节的命令要来束缚互咱。所以这个命令是甲其他所有的诫命是同款。亲像《申命记》内底讲的，迄毋是恶之守的啦。而且呢，当咱遵守的时，是要互咱会当得到对上帝来的祝福，是互咱家己得到好处。第三，11奉献，嘛是对咱的信心的一个考验。上帝定着10分节，是对咱信心的考验，也是要论得咱甲发展咱的信心。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有讲到，用这来试我。讲下这11奉献会当发展咱对上帝的信心。圣经讲，因为你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伫遐。这11奉献会当帮助咱，将咱的眼光会当注视定着伫上帝。因为上帝伊是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伊一定会陪伴丰盛来供应的上帝。所以咱转来今仔日咱所看圣经的背景，伊是伫主前第5世纪，差不多迄个是第5世纪的时，就是这个受掠到伫外国的这以色列人，因转到因家己的国家。咱知影，受掠转来，因毋是以尽荣归啊。带着千万财富回来，无呢？因转来了后，啥物拢无，啥物拢对头开始，真艰苦。原本伫年儿里的鼓励下面，这百姓拢真愿意、真忠心，讲好，我要照上帝所讲的话来做，我要奉献10分、11奉献。这是真可惜，这百姓的心无法度继续持续落去。咱根据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。第8节甲第9节有描写，百姓奉献的情形，毋是真理想。这先知马列基伊就发出警告，甚至马列基伊伫第7节到第9节，甚至是用啥物偷摕上帝的名来形容迄当中的奉献的态度，甲迄个信仰真凄惨的情形。这先知伊呼吁百姓爱遵守上帝所要求的。就是爱实行11奉献，10分节是应该要รับ乎上帝的名。若咱将要รับ乎上帝的名献乎上帝时，迄就表示咱承认上帝有完全的主权。因为咱知影实际上，规个宇宙万物拢是上帝的。若是咱无将11奉献献乎上帝，迄就是否认上帝伫这一切事物顶悬的主权，咱就是无将上帝当作上帝。所以马拉基伊就问迄当中的以色列人，人点通偷摕上帝的名？伫人的道德方面来看，抢夺别人的物件，甚至是偷摕别人的物件，拢是严重的罪。偷摕上帝的名是搁较无法度去想象，到底犹太人安怎偷摕上帝的名？先知伊就指出，因为因忽略了11奉献的条例，因无完全献就应该纳的10分节给上帝。这对遮咱会当知影，原来无将应该纳的10分节献给上帝，迄就等于是偷摕上帝的名。讲下底，咱想看卖，真侪时阵咱拢有去餐厅食过饭对无？咱每一个人拢有去餐厅食过饭。当咱要结账的时啊，你敢会甲迄个服务生讨价还价讲，你迄一声的服务费你毋通收。咱大部分拢真自然来付迄一声一声的服务费，咱拢感觉真自然的代志。这是咱转来想，咱伫信仰顶悬，应该纳的10分节，咱是毋是有重新献给咱的上帝？有当时想想的，敢讲咱行对人歹势，会做过赢过行对上帝歹势嘛？为什么迄当阵以色列人因无遵守11奉献？我拄则有讲，因受掠转来了后，啥物拢从头开始，从零开始，所以因嘛拄着经济真困难的事。
搁加上因所种造的遮的农作物拢无收成，所以因为环境的因素，因就合理化家己，毋免搁真职来做十一奉献。咱咧看照迄当阵的实际情形，好亲像因的理由嘛真充分哦，毋免落迄个1/10。好兄弟，圣经清楚甲咱讲，其实这的理由就是因的问题啊。因得袂到农作物的这的收成，伫经济顶悬会有真大的欠缺，迄是因为因无献上应该纳的1/10。因对耶和华以勒会当供应、会当陪伴的上帝无信心。因为上帝无可能伫这个遮尔困难、经济遮尔困难的中间，互伊会当有供应，甚至是丰盛有春。所以这是因必须爱承受家己信心软弱所带来的结果。讲兄弟，先知马勒基，伊伫这个所在提醒，毋是要指责遮的百姓，伊的目的毋是要指责，伊是搁较毋茫通过伊的提醒。这百姓会当越头越倒转来向上帝，人生会当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所以先知马勒基鼓励因将应该纳的1/10献上予上帝，试看卖上帝是毋是会当甲恁拍开天顶的窗啊，寄福气予因，是到伫无所在通下的地步。所以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10节的中间。伊安尼讲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，定要用10分的1分，完全送入虎口，互我的厝有美牛，用这个来试我。听兄弟，这是一句互人着假的话呢。因为创造者、全能者上帝家己讲，用这个来试我，意思是讲啥物？是讲将全能者上帝，咱甲伊放伫一个试验的中间。听兄弟，请注意听，除非上帝清清楚楚甲咱讲，反复咱会当安尼做，若无试验上帝是一个罪哦，是一个罪。伫申命记第6章16节有讲，你毋通试耶和华恁的上帝，亲像恁伫马撒试伊一样。即凊彩要试验上帝啊，是上帝所无欢喜的。这伫遮上帝甲咱讲，用这个来试我，兄弟，咱就顺服上帝伊家己的话，用11奉献来安尼做。换一句话讲，这个圣经才甲咱讲，11奉献用11奉献来试验上帝，看伊会为咱做啥物代志。咱上帝吩咐咱爱奉献咱收入的10分中的1分来回应伊。煞者，安尼做的是，咱就煞者看伊是毋是会互咱来失望，用这个来试我。各位兄弟，至关者伊家己谦卑伊家己哦，降低伊家己，将家己放伫这个受试验的迄个角色，真正是互咱感受到迄个上帝心，互咱真感动。上帝愿意咱试验伊，11奉献就是试验伊的一个方法。11奉献是证明上帝存在，而且伊主宰掌管一切事物。如果若是咱伫信仰过程中间，咱常常心思意念中会是讲，上帝到底有伫的无啦？有存在啊，无存在？还是讲上帝真正掌管这一切？咱若是有犹豫，安尼咱会当通过以下的做法，咱来看见上帝确实存在，也确实掌管所有的一切。要安怎来做？就照着咱会当真定期、真忠诚，还佫有计划，将咱收入的1/10奉献回应伊。然后咱就看伊是毋是会互咱加做一个失败者。咱当试看卖，伊是毋是会尊重尊重伊的人？会当试看卖，伊是毋是会互咱家己，当咱照伊的话在做的时，互咱会诚做任何人的做务人。上帝讲，用这个来试我，将上帝放伫试验的中间。
伊经济压力真沉重的时刻，有可能咱中间的兄弟，有的人一天的收入可能是800块、1000块，拄啊好够咱家己来生活，还是咱的厝来生活，总是耶和华伊的上帝甲咱讲，用这来试我。咱也是愿意来遵守，提出1/10奉献互主，煞者咱就看上帝是毋是会互咱成做一个负债搁欠费人。上帝讲用这个来试我，试看卖我是毋是值得恁人类来信任我。上帝讲用这个来试我，将我放伫试验的中间，看我是毋是会互恁人类来失望。就亲像我头前有讲，上帝定着1/10是信心的一种考验，是要来加添咱的信心。如果咱每一个上帝仔儿，咱愿意伫物质顶悬试验上帝，咱就照上帝命令，伊所定着的方法来试验伊。你就会看见上帝安怎拍开天顶的窗仔门，壁福气，互你到伫无所在通去。这嘛是互咱会当伫咱的生活中来学习，大项细项的事，拢会当来信靠咱的上帝。这是一个无容易学习的功课。我还会记得10几年前，我对神学院毕业，我到伫第一间教会时，我有参加中会有办的一个演习会，伫会中有邀请中仑教会林焕生长老，伊也是广宝文教基金会执行董事之一。伊甲阮分享一个有关奉献甲信心的专题。其实10几年前讲的，我嘛毋知影内底讲啥物，总是内底有一句话直直咧提醒我。伊讲奉献嘛爱学习，奉献嘛爱学习，特别是11奉献，因为咱若是无法度对咱所得到的第一份的薪水，就开始学习11奉献。等咱趁搁较济时的时，咱真正提袂出来。各位兄弟，的确，11奉献真正需要学习。感谢上帝，当我还搁少年十几年前，我伫大专的时，我就半工半读。当我第一份领到的薪水，我是对500块开始做11奉献，一直到今嘛，我拢毋捌有停止过。所以这年以来，互我一个真深的感受，就是咱所信的上帝，真正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。什么代志，伊拢为咱备办，供应咱教养，所以从来无互我有欠亏，或者是散社会。甚至上帝所予我的是超过我所求、我所想的。这个兄弟爱记得，宇宙所有一切财富的掌管者就是上帝，就是上帝。伊讲伊要赐福互啥物人，就赐福互啥物人。各位兄弟，用这个来试我，是上帝互咱的挑战。上帝要挑战咱。互咱伫经济这个方面来试验伊，来经验伊掌管世上一切财富的这个主权。当咱讲咱家己相信上帝，咱愿意将咱的性命、咱的灵魂交托伊来保守的时，即马伊咱来挑战，互咱去试验伊，咱是毋是有够硬的信心，将家己收入的1/10来交托伊。我兄弟，伫《哈该书》第2章第60、第70节中间有讲到，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，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，搁无偌久，我要搁一摆震动天甲地、甲海甲大地，我要震动万国，万国所羡慕的要来，我就互阳光充满一间店。哈该书第2章6到7节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过不多时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，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。
听听这，咱会当等待一个咱家己备办好的时机，无伫烦恼，无伫勉强，用甘心乐意的心，凭着信心献就咱的11奉献。煞者，咱就要看上帝安怎顶动天、甲地、甲海、甲大地，伫咱的生命中来行奇妙的事。早我有去探访一个会友，我伫遐有看到一个以前主日学的小朋友，即马6年啊，伊即马无伫咱的教会聚会，伊就真欢喜甲我讲：薛牧师，好久没有看到你。我讲对啊，我妹讲你最近好不好？伊讲薛牧师很好，我即马伫教会我开始在传奉献。我讲你安怎传奉献？我就是奉献进前吼，我会甲大家说明讲。奉献毋是摕咱家己的物件互上帝，是上帝收拾咱，咱从这中间摕出来献互上帝。哦，我听了真感动，我讲，安尼你有做11奉献无？你收收的，我毋知呢。我讲你爸爸妈妈有互你零用钱无？伊讲有啊。我讲偌济钱？伊讲400块。伊讲哦，安尼我知影，安尼我就奉献40块就对啊。我足古锥的，总是也互我真大的感动。自细汉就知影做11奉献，听听这，用这来试我，这是上帝对咱信心的挑战。伊毋是帮咱家己行，伊是讲伊愿意牵咱的手，向前来行。听听这，咱就照上帝所讲的话去做，咱就看卖。耶和华以勒的上帝，是毋是会为着咱拍开天顶的窗啊？收拾互咱是无所在通好下的这祝福，伫咱的生命中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阮阁一再参比阮家己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真正知影，阮所有的一切，毋是阮家己的，乃是你所交托互阮的。主，恳求你来帮助阮，在遵守你的诫命的时，阮是愿意完全来遵守。主，因为你讲，阮若愿意遵从你家己的话的时，你就要互阮出也得到福气，入也得到福气。你阁要互阮做头无做尾，你要互阮点伫顶面，无点伫下面。上帝就恳求你来施恩祝福阮，特别伫这环境这尔无景气的时，主，阮心内有真济惊吓。主，恳求你通过你家己的话语来帮助阮，互阮伫经济顶悬，因为阮愿意照你的话来行的时，上帝就互阮经验上帝你大大的主权甲祝福伫阮的生命中。主，阮阁一再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你，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